气数清门，青书行者，东官僚属属，属用再拜文法，地主文和上说法，是不可思议。今有小义，元大自秘，特为解说。书法有义之文，我当为说。为公法，可上所说，可不是大摩大师总记号。书法是讲话地主文大摩初化牛虎地，地文因一生做事道真，报喜实在，有何功德？大摩言实无功德。地主未得处理，愿和尚而说。这也就是讲，伫一工的当中呢，咱李次数，伊这是一种的官名啦，这就是讲一个做官的，嘛，这是次数是一种官名。那么为了这个咱达做呢来设下了这个大会斋，那当然呢，伫这个斋期结束了后呢。次数呢来请书成者，就是讲这个请咱达做呢，这个进入了这个进入了这个发言者，那东官僚属属这个速度再拜，就是讲来参加了这个大会斋，所有一切的官僚属属，也就是讲，无论讲是在家医师，或者是讲修行，的和尚、尼姑啦，事事呢，也就是讲事农工商，在家医师呢，所有的人呢，属用再拜，来讲整理了定这个仪容，仪容呢，好了后，来讲端庄嘛，端庄，也就是亲像讲，咱伫咧这个点灯的时阵，或者是讲咱来到佛堂，参拜的时阵呢，当然就是爱仪容整齐啦，仪容整齐。因为咱若讲仪容无整洁呢，要求伊共款，有当时感觉讲伫咱是一个修道师来讲呢，就感觉讲较无合，因为伊道中来讲起。毋是干净浅水，浅名牌，那当然就是讲咱爱会当清气，就会当端庄威严，这就是讲对了咱修道本身，修行的人来讲，一种的啥呢？的条件，佮再来就是讲咱伫礼佛的当中呢。嘛代表了一种的敬重啦，那而且呢，咱为次数呢，伊就来问嘛，地主问和尚说法，事不可思议啦。今有小义，元大自秘，特为解说。当然咱达做呢，就讲有义不文啦，必文，我当为说，当然呢，达做呢，伊会为伊呢来解答了着伊所被问的问题。那这个为公呢，为次数就讲和尚所说，可不是大摩大师总记号。当然，咱达做呢，伊所讲的无离开了着大摩大师的这个总记。那就是讲，佛法一传本体事事未有分析，所传的呢，也就是过去，那么祖遗传事事未有分析啦，的这个顿悟的这个法门，所以讲呢，咱达所家讲是啦，那为次数呢，伊就讲地主问达摩。初化牛虎地，那么当然伫达摩有意度牛虎，无意达度神果。那这段因缘呢，也就是伫这个所在，因为
咱即个娘母弟伊就来问六祖啦问即个达摩啦，伊讲因一生做事度尽，报喜现在敢有啥物功德啦？那当然达摩甲伊讲是无功德。那当然甲伊讲是无功德，其实嘛并毋是讲无有了着一个功德，因为伫咧报喜即个做事度尽报喜现在的当下，因为伊是主着伫功德。因为伊着一群问看安尼有功德无嘛？看有功德无？所以伊是主着伫即个功德。如果讲今仔日呢咱娘母弟伊所做的，拢总是自性上的流露，拢总是自性上的流露，无有了着主着。所以讲呢，伫咱报喜现在做事度尽报喜现在，实际是讲咱普行做路，扶贫济困，咱爱做到了着三轮体空。三轮体空，三轮体空无死的伊，无死的我，甲无死的物件，那安尼敢有？心中敢有？无死的你，无死的我，甲无死的物件，就是讲伊有需要，当然咱以着怜悯的心，来帮忙着伊的需要，并无有去主着，我今仔日呢来报喜，有了着咧做即个功德，所以讲呢，你就是已经有了着主着。那当然是有功德，是依着咱自性所来讲，自性本无善恶二元对立，伊是清净而无碍的。你若如果以自性修行来讲起来，如果你阁是讲安尼的话，其实讲起来，咱达摩祖师呢，甲家讲是有功德。所以讲伫伊的义的内底，后壁呢，咱继续就对有了着即个内底，咱个详细呢，来做一个大家，做一个分享，做一个共同的学习啦，那么，什么是功德？什么是福德？当然，你修行学道呢，咱嘛一定爱去注意。当然，毋是讲有主着无主着，你无主着，你嘛爱知影个代志啦。若无呢，咱无去甲伊了解，伫修行学道当中呢，有所无了解，还是有所了解即个主着。迄个就是你的处用无共款。今仔日咱修道，无着因成佛，讲不着因他修行啦。你若是为了着心性的圆满，为了着未来会当明心见性，当然你爱对一个处用去，你爱对一个用功夫。大定是讲你会当得到福德修。你所心的处用，甲你所做的无共款。那当然，你所要求的心性圆满，甲着你要求的福德修，你的用心处无共款，你的处用无共款，用心处无共款，结果敢会共款？结果会一样吗？应该无共款。所以讲就是无共款，就是讲。伫即个点线面来讲起来，伫头仔你感觉无啥。咱像我讲的，咱今仔日伫修行内底有可能10天、20天、30天、40天，咱时间所投入的遮尔济。如果咱的处用，如果若无忘求因，那你怎么成就佛？你还是会堕入顺生六道。那安尼你甲是？你投入30天、40天，到最终呢，只不过就是阴天的福报。安尼敢有差真济？安尼天经地义嘛，敢是安尼？
咱讲观察高手，所以讲咧，也就是讲，今仔日咱若是处用是相对了着即个福禄寿，那安尼你不能成就佛。你求的若是为着福禄寿，你袂当成就佛，因为你的心会甲放，你的心会放伫要安怎得到福禄寿，你袂对心性去用功夫。那当然咧，你今仔日如果是要学佛、求佛，当然你未来成就了着佛，你的福禄寿不求自到，安尼讲听。你若是像达所说的，我依求作佛，不求依佛，你一定会往成就佛的处用，去心性用功夫嘛。感谢咧。你若主做以福禄寿来贡献，话人咧讲，有啊，我嘛拢咧普求做咯啊。好代志我嘛拢有咧做啊，但是伊无修心用心。所以讲，伫这个所在，为啥讲你的处用是佛的话，你无求福禄寿，但是伫你成就佛了后，你的福禄寿不求自得。佛陀教进几答？2563。伫泰国拢是以佛的名啊，2563单。这2563单，如果当时悉达多太子也处用，伊是落入福禄寿。你阵我享受太子就好啊。今仔日的佛陀敢是悉达多？就毋是所以你体会着人生的无常甲无奈，伊当下的福禄寿，伫当下内底，能够从王位跳下来，牺牲的，因为这无久嘛，无一定食100担嘛，咱讲一岁嘛爱死，100岁嘛爱死啊。所以讲伫这当下内底，伊有远大咱讲伊有超发的地位。伊知影伫伊的后壁，伊去游四城门，看到仙乐结束了后，伊即时开悟，要安怎伫无常的内底来找到即个相？那唯有就是修行学道。那当然修行学道有足济的法门，你嘛爱清楚咧。有的人讲你到底拢清楚，到底伫遮修就好啊，有影但是你有哪个爱摸会着紧摸袂着紧，拢总是容易啦。若无摸不着紧，加修行，当然袂当成就佛菩萨，但是你会当成就未来人间的福报。好业人有半生来到遮呢，是一个好业。但是伫佛来讲，变啊离苦得乐，变啊。离开了着六道轮回，真的就是你一定爱比较甲人讲爱心性圆满。所以讲咱今日修行学道呢，来讲起，咱毋是讲大家会晓去做工课就好啊，会晓讲道理，会晓度人，会晓担当做道，会当识得人，会当外在的一切就好了，毋是，但一定爱在心性上去下功夫。因为唯有就是讲你要不会双修，因为修福不修贵，福中嘛真多嘛，修贵不修福，贵中嘛糊涂。所以讲咧，唯有就是讲，你安怎会当福慧双修，嘛就是咱法度讲。你毋通知影人做善事，但是毋过你的脾气毛病都不改，就是讲一面做一面闹。一面做一面闹，一面做一面闹，一面做一面闹，到尾啊，无一定有成就人的格呢。无一定因为伊修福不修，修福无修心，所以讲咧，咱即种行咧比咧。
为什么宠物伊的生活比咱较好？讲有，迄个之前，你也看卖迄宠物听讲一个月几万块的生活费咧，咱各位先生，你一个月敢有几万块？可能嘛免5000啦吼，若免租厝免讲哪货啦吼，好老板总偌济1万就好。但是迄宠物若去互好个人做个宠物迄开几多人看，咱来想，伊会当得到福报，但是无人心啊，得不到人生，因为他是要忍的德，忍的德就是具足五财之德。就是苦有要求多上之类，大大嘅。所以讲伫这个所在呢，咱唯有就是讲，你按咱心性用功夫，真的很重要。伫咱道场打帮助到的当下，样样都精通精到，才华袂歹，但是真的我们还要心性用功夫啦。安那无，到最后还是落入什么？福德，还是落入福德。虽然得到顿悟的法门，但是你所修的就是一种的福德而已，因为你着重的还是落入在外在，而没有在你的内在。所以讲呢，咱如果是心性，由于心性圆满，那当然我们就可以了生死。心性圆满得当了生死，因为就没有恶有对立嘛，就没有所谓的得失、善恶、好坏。所以讲呢，其实你就可以再次了脱你的得失之心，这个是讲一种也是了掉一个生死，得就是生，死就是死就是死嘛，生死都是在生死里面轮回，所以讲呢，咱来讲心性圆满，自然而然你就可以了掉生死轮回，会当出离了解三界，会当真正见到这个做功德。所以你要功德，唯有就是爱有心性圆满，了生死出三界，见到。所以讲呢，这就是所谓的功德。那如果呢，咱伫世间是人天福报，不求发于三界六道。人天的福报，你会感觉讲有我嘛拢有咧做善事，有咧普遍做咯。人若来甲我修我嘛拢逐个嘛拢有叫啦。就想讲讲对来，我嘛互伊对来，我嘛互伊去到庙里，我嘛拢有咧布施啊。讲起来。伊感觉讲安尼会做作些，嘛感觉讲他功德无量，所以讲咧，伫这所在，你讲要叫伊来修心中成道来干，咱各位先生，今仔若讲要甲咱收200块公积金，毋免来遮济，较济人爱是讲无，你遐得着道爱来上课，爱来听道理，安尼伊要来伊会教学的。若甲你收200块较简单啦，我就200块布施嘛。咱各位先生，要来遮坐一股坐着有哪偌艰苦咧？安尼讲坐一支佫较毋免讲，坐2工佫较毋免讲，佫较毋免讲。所以讲咧，伫即个所在，要真正会坐袂倒来。所以讲先去讲讲即条椅你若坐袂煞你就会成就佛，刚起来。所以练就我们的那一种心性是点点滴滴，滴感觉厌烦无奈的当下，你要做何想？你若坐到无感觉，是不是心性有提升？意见刚起来呢？无干那想着讲好啊，你叫来就8点偌济到12点。迄坐嘛足辛苦诶，干安尼就打败啦。你若讲我拢感觉讲，你来听无袂要紧，你若坐
那安尼去到成就啊？有啊，迄是安尼活来呢。所谓的德，毋是用嘴讲的，毋是用写的，是你爱伫即个有意无意、有形无形当中，你慢慢借境练心、借人练心、借事练心，而成就你的德性的。好，所以讲呢，也是安尼慢慢的历练而来。所以讲呢，你若是求人天福报呢，当然你就袂去求脱离生，脱离三界六道。那所做的一切的善，这叫福德。这叫做福德。所以讲这就是咱爱去注意的，爱去注意的那当然呢，伫功德来讲，自性自我自净，得无漏智，这毋是有漏智。功德的是自性自悟自证。咱各位先生，今日若如果大家浅显同修来讲得足好，你肯定了吗？你敢有肯定啊？当然啦，有当时人话真多，有咱会咱相信啦。但是这浅显所甲咱讲的，是毋是伊的物件？毋是咱的物件。伊甲咱讲好尔呢，咱嘛甲赞叹。但是咱今日呢，如果经过了伫修炼的过程当中，对伫人生内底，亲像这悉达多，伊由四声问即体悟觉着，这也法度，这人爱经过生老病死啊。虽然伊是太子以来是国王，但是我嘛是人啊，我嘛爱安尼啊。伊到觉着，觉成就来啦，人生大义。那么咧经过安尼自性自我，所以感觉讲伊爱去修行学道。那么伫修行学道的当中呢，咱讲是，就是讲伊修到圆满了后呢，这样这个道。但是咱今日先得后修，咱敢有去肯定道的存在，道真理真天理真？刚开始的时候，或许都是打问号的比较多呢。但是打问号内底呢，当然或许嘛无讲因为伊毋捌的嘛一定会有啦。但是呢，咱嘛不愿意参与伫这个所在，家己去体会。就是讲咱出来听着前辈者慈悲，听着浅显大德慈悲，佮加上咱伫圣环当中，咱家己呢去对有了解所听来的道理，教着咱伫自残伫后天所品的一切，那伫这个所在慢慢来理路，来体会，所以讲得着顿法爱禅师。伫这个所在慢慢你有去体会着了后，这但是慢慢当成就是明德的。咱对前生或许正讲的，咱有意会无？咱就感觉迄个讲师讲了有够好听的拢袂爱困，够好。咱对前生讲师会来理的，讲师的，但是感觉袂歹，但是咱的意见敢有赢呢？所以讲呢，要有咱的物件，嘛是咱爱有所体会啦，敢是？无所体会拢是别人的嘛。当然你修行学道，你若无自我自净，真的都是上天的，你是前辈者。咱若有真正的踏踏实地，你内外双修，福慧双修，正反并行，咱的慢慢你就会自悟自证。所以讲呢，咱前辈者话人来讲是无错，佮较大的作用，他还是坚守浅显无益，因为伊去体会到道真、理真、天人真的一定的意境。如果你若会发愿达到安尼，相信你袂退倒，你袂退倒，因为你
看会到嘛，所以讲呢，你伫这个所在自我自觉，你所得的就是无漏力，不是有漏力，有漏好，那这叫做功德。所以讲伫咱修行内底呢，咱相对了解五教经典呢，或许感觉讲真的要去探讨研究。那么研究的五教性理呢，我们就可以有所得吗？有所体会，能够开启我们的智慧。当然，咱要去体验，要去体验。你无去体验，当然是真有讲的，你有可能是文字般的，你看得懂，你了解，但是伊的意义，你对呢，有可能你还没触证。所以讲呢，上盖头，我教圣人所讲的呢，其实也就是金属用电嘛，伊袂骗人。所以讲，咱就是照着我教圣人的骹步，伊安怎踏，伊照安尼踏就好。伊就法度安尼成佛，你敢袂？其实可以，是惊咱踏的甲无共款，用踏无共款所以讲呢，伫福业行一切善，人天福报，即叫做有漏人天的小果。当然呢，福尽反对，福尽好来嘛，敢是安尼？所以讲呢，你要甲想，为什么去现行？为什么？伊要过来颠倒？因为伊虽然是去现行，我讲讲当时咱嘛唔知啦，唔知讲有这一个差异那对啦，四行是袂歹。你也讲诶，上帝若亲像经所有的新神的，如果伊的亲像经有漏点无？出漏点安那做事感觉明白，但是毋过他还会落入宿舍内吧。只要能够伊享受几百年的烟药，伊感觉就爱。所以毋怎弃天代谢，过来求道的名名。所以讲呢，咱今日会当得到修行学道，伫表文甲咱讲，地府抽命天道卦。当时甲咱讲，只要你嘛应非得百德，伫百岁年老可以得往涅解脱。你看，若无拄好普渡，没有，打坐端点你就可以看得到。我做遐尼济地主，是新秀大师咧教的。新秀大师你也看伊的道理，咱讲真诶，新秀大师的修理是做好，伊是欠一点尔咧。无伊的修理是有够好的咧。若讲伊的人格，他是圆满具足的，但是伊都毋知影等于。所以我咱会当伫道理看卖是即届上天，咱讲像社会跳楼大拍的啦，安尼，互咱先得后修咧。真正只要咱能够好好会当去修持，咱来甲修会当证明百岁年老，你会当证明灭业净土的外因。当然，你有数十千口证了的这个内面，就是循序渐进嘛。嘛是靠着讲修，到最后呢达到圆满。所以讲呢，咱若是伫福德呢，会因为福尽反对，共款对着了解这个六道轮回共款。所以达摩祖师大家讲，人天修果，修果的有漏之因，如影随形，随有性，非实如影随形，就是讲人天的修果嘛是有时尽呐。日间的福禄寿嘛是缘生缘灭所以讲呢，达摩祖师伊就甲咱讲，所以讲呢，这就是咱一定要去甲伊体会，去甲伊体悟，因为尤其是咱今日就是修行学道，咱如果真的被有形有相的绑架，让你修道都无办法通叮当。真的到最后，你也没有什么可以带得走的。当然咱圣凡并行当然咱无可能讲没有赚钱不可能只是讲我们如何去取舍因为达摩祖师伊甲咱讲，这个是圣教
哦，伊甲咱讲，了后知影了后，尤其是咱今日都有得到了后，咱要安怎？咱唯有真正要甲你拿捏起手，哦，拿捏起手。所以讲起呢，伫这段时间呢，有可能一寡浅显大的，讲因为疫情的关系啦，所以讲呢，就较无钱赚，无钱赚不要紧，投入先天，安尼搞了，真正无了。这互我迄感觉送去迄个咱的代群主传的歹势，互我传的，老师讲的，咧问早安的内底啦就是讲我无去趁钱，就是减趁嘛，对无？比一个我一日2000箍，为着先天去一步趁1000嘛，安尼减趁1000嘛若一日无去就减趁2000嘛。但是老师讲老师伊知影，伊会甲你保护到，但是保护到毋是保伫你迄个即个台币的银行，是保伫天公银行，伊袂是咱的内啦。老师安尼讲的，毋是我安尼讲的，到有影安尼，有的，先去别人你得甲相信就好啦，当然拿捏起手啦那当然是攻击，也就是人本枯竭就是讲人本枯竭，这就是咱本来所土有的我们本来就已经具足的，具足。那么德，伊是用之义，那么就是讲伫倒来讲起，伊是体，但是无用的时阵，你看袂到伊是倒。那就是讲你德无用的当中呢，咱袂当来了解了你的佛性，因为会当真正来现出了的道，就是你要记住你的灵性以及佛性。就是讲你的灵性与佛性，它已经记住了这一些。伫该用的时阵，你家己用，伫该用的时阵，你家己用。所以咱头拄仔咧讲，德若无做，敢会流动？袂啦，下底才会甲恁讲嘛，功德是佛性之作用嘛，敢是安尼？所以讲咧，咱讲较早讲有道的因本，甲无道的文本。较早伫咱讲伊是无道的文本，因为伊做出来就是无道嘛。你若从伫即个文王来讲起，伊是有道的明君嘛，拢变做是人，但是这边是人应用了的无同，一个是帝王，一个是文王，拢是具有的佛性，但是伊所流露出来是用佛性作事，还是用色心作事？用色心作事，就毋是佛性之作用所以讲呢，伫即个所在呢，攻击嘛就是讲简单要去家己流露出来。当你流露攻击来讲起，就是你本来具足的，敢是你本分的代志。所以伫即个所在，毋只讲攻击是在发生中，毋是去做来，不是去做来的，而是你流露出来的，率性而为的。所以讲，伫咱道场有啥物前辈者呢？甲咱教，咱无为而为，做得好做得好其他不要讲太多，不要讲太多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我度一切众生，随不入道生之业，欲者不欲，即功德庄严矣。就讲伫咱度众生，利益众生的一切。利益众生的一切就是讲咱伫道场，无论你是个人出来打扮做助道，或者是一直人间当这个普调者普贫济困，那供应一切利益众生的事，在你做了以后，在你的内心不立度生之见。你莫讲我斗相共偌济对一支啥物人，迄我嘛拢有甲斗相共对一个迄个
对一个团体啊，我嘛拢甲因斗相共，甲因报喜啊，搁他下讲偌济钱拢是我讲安尼啊，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你现在来讲两者不着，这就好啊，咱拄较好有迄个能力嘛，若无迄个能力，嘛是真正有困难那再来功德功德自修自证，功修功德，过修过德，不修不得。那么亲像了解，铺主上山，辅助悲伤，辅助悲伤，各自努力。因为你做的东西袂走你我下来，我做的也不会跑到各位的身上，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我咱多来讲，对于了解这个伫道的这个物件，当你行功表现，当你修道的意境到某个意境的时候，那个是你的，你体会袂一样。当你的意境到某一种的意境的时阵，我嘛无了解大家的意境到底是怎样，因为功修功德，果修果德。所以讲，个人食饭，个人饱，个人学习，个主要嘛，所以不修不得。那安尼敢爱修？敢爱？那么你修的内底，就是爱自修自证。你若无家己真的了的啦，你拢是这样讲。即使你讲的头头是道，那个还是别人的。像咱今日你拢会引经据典嘛，这个我搞信念经典咧讲嘛，咱是内底知影伊的意思，咱的意见敢有合伊做一本即有意思的意见敢有？因为有文字般若、观照般若、甲实相般若，伊会讲这伊的意见足悬安尼。咱会当讲的机不可的是皮毛的安尼，敢是安尼？有可能意境刚刚是这样。当然，我的意境我的意境已经达到究竟圆满了，已经达到究竟答案。那个不用再说。当然，咱的引经据典，佛所说的，五教圣人所说的，咱借着伊安尼，当然呢，咱会当好发了解伊的部分。慢慢的，往自己的心性去修习，要这样，以后才会变成自己的。所以讲呢，咱今日你了多深，你就成就多少，你的意境就到哪个地方。所以讲，人讲什么冷暖自知啊？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当然所以讲呢，你这所在，你就真的爱了。孟子甲咱讲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考其心志，劳其筋骨，空白其心，悟其体法，空白其心。那个意见，唯有就是当你当着的当下内底，什么空白其心，劳其体肤，空白其心，变啊苦其心志，反得到苦。台湾还好，好佳哉。无人讲一工叫暗暗迄苦其心志，而才来练啊。就打迄号尔，搁咧叫啊。是讲无人安尼搁咧叫啊。毋知影讲人会记着你代表就是你自己倒来啦，敢是安尼？倒来咱才会想咧叫嘛。你若倒无来的含想着你嘛，袂想着你。所以讲的伫这所在，苦其心志伫对练，而且敢爱练。真正呢，爱练呢。一工走暗暗，安尼毋是干那做一个无代志呢？敢会碰到困难？你咧办桌碰到困难，敢会？一定会咧。即个行过来抓咱无动于哀啦。毋知要惊去抓。即摆道义来求道了后，就叫你来听
啦，安尼咧吼，有影咧吼，若有心的人嘛，直接讲我甲个咧，所以讲安尼咧，苦其心志，唯有就是讲，你伫即个时阵要安怎去苦修苦练，唯有就是讲，咱有当个即个时阵，希望大家试看卖咧啦，请家咧吼，好啦，我来试看卖咧，看我下当意境是到啥物所在啦，因为新兴动物它也有，人讲吼，迄设计道迄几大嘛吼，敢是安尼？咱咧修道吼几大咧，迄愈一大敢是愈好，敢是？迄修道是，迄个啥物咧？迄个咧乌大暗大，迄是愈一大愈好来，愈少大愈好啦。愈一大呢，叫来大家试看卖啦。看你个大是到底是大啦吼，当然是愈一大愈好啦吼，若是愈一大，咱修道会苦其心志吼，恶其法无，空法其身吼，你来当愈一大愈好啦吼。那么呢，辅导众生主导，老师甲恁讲的，我若有法度甲恁导，我批示安尼甲恁下变的，拢互恁等倚天就好啦。讲咱大家听。其实做菩萨，伊会当引导我们，当是安尼。你想要他修心性，他可以教我们，但是咱唔得。安尼讲我都做会啦，无法度咧。但是一定要甲咱教，咱唔知嘛咱唔知但是伊甲咱教了后，甲咱检点入去，甲咱引导了后，嘛，就爱咱家己心性用功。爱自修自证就无嘛是师父的因为个人做业个人担嘛，所以讲师父伊若法度道理，老师讲我著甲你下下，互恁大家拢同意，我嘛恁若生着麻烦，我嘛生着麻烦，因为伊要来杜绝众义道理无简单嘞，敢是安尼？伊若安尼吼，我都推是下下互等伊伊免麻烦对无？嘛免互这道理气到要害伊，对无？安尼，若讲修道如无门，得道如无门，修道如无觉。所以因每一届若来法会的时阵都是用土的回去，为什么要用靠等？当然就是相信啦，这道理都。无得道讲无得道，得道的就直接叫袂醒有修道咧修，但是搁如此这般，所以老师讲每一届来拢用靠的当，毋捌用笑的，有一届讲用咧笑，讲要用笑的当，结果当也没有啦，就是用靠的当。所以讲咧老师的当真正足大所以讲咧那就是讲咱家己。真的啦，要自己心性用功。我们的圣贤先佛前辈者，唯有就是引导我们，但是因为修不修，当然他们就没办法。你是一个阻力，咱是一个阻力。咱若感觉讲拢无要紧，当然就安尼过。你若感觉讲有要紧，讲修讲下，无修无下。1分经营1分受益，10分经营10分受益。如果你若体会得到，当然你就是要找工作做。家己找工作，无一定人安排。各位先生，敢是安尼？敢有规定讲无交代恁会当去做？大人、父亲拢无交代，敢会使去做？会啦。咱就出去两个道亲嘛你就交伊聊天，今仔有你这样就 OK 啦嘛拄好有来你拄好有来日班，有来日班，甲你一个月讲师讲的你分享给他，你嘛是咧甲成全那这样就 OK 了。我们也有行动表演的机会嘛安尼慢慢咱嘛当培养真正咧，我感觉讲安尼嘛是培养出来。若无你悠哉嘛是对啦。你若讲积极你自己，你还是可以做，但是你所积极出来的那一种自动自发的习惯，
其实就是这样成就你的。哦，啊，当然你若感觉讲无要无紧，都买小香啦，哦，还是这样过啦。哦，但是到最终是会有差异的。哦，到最终的一定有差异的哈。所以讲的正义妙明，退出空寂，如是功德，哦，不以世求啦，哦，不以世求。所以讲呢，咱就是讲正义妙明，退出空寂，如是功德。这不是伫外口记的，是伫咱内在内底，它所具足有的。那么即马去讲功德，哦，嘛就是要唤起，互咱个了解我们本身具足的功德，别让它再度让它流露出来，安尼咧。啊，无这种朴足的啊，功德都具足在自信之中啊。哦，啊无你再样用，今仔日你看了可怜的，你再想你甲告三家。不是你记住你的自信之中里面一定有记住所谓的功德在里面吗？啊，无你再样用，哦，所以讲嘅咱伫最近的一个有理嘛吼，啊，拄啊好大陆四川迄段时间无做水，啊，迄个淡仔加路吼，有哪拢有水啦，啊，就有足济人吼。啊，就咱这人就是安尼啊，足好奇的吼，啊，毋说水灾啊，足侪人在看吼，啊，就大家拢来吼，啊，就伫迄个路面啊，足侪人。结果吼，有一只狗啊，伊伫迄个银棍吼，伫迄个所在一直走，啊，伊要走伫水流落去，啊，想啊奇怪，这只狗来走伫遐个，啊，这伫个因是啊，有想讲要去甲鱼，要去甲捕，结果这狗毋插他，伊就咧走啊。即摆来看走离居地了，走离居地了后呢，伊迄有手法错啦，所以伊想讲要安尼过嘛，直直要游过，结果伊咧游过时有迄个错手法错，也有偏掉方向，结果呢，一下了后，伊去咬一只狗仔，哦，啊，人去看伊咬狗仔了后，去甲帮忙，哦，伫水面嘛去甲帮忙，哦，啊，结果吼。加咧，伊就一直走，结果人对伊去的时阵呢，看到已经加3只鱼，啊，到尾来才4只，因为伊的囝游落水。哦，啊，这只狗的保爱狗，人的保爱狗同款。一样的。哦，这个以天你已经记住来的，所以讲呢，上天为了让生命延续，所以记住。所有无论啥物动物个家人，它的母爱都是一样天性，上天赋而来的啊。所以人讲吼，迄个毋通食鱼的肉，就是安尼，因为它还有灵性，还有母爱，哦，所以要灵敏的心，要恢复无常之德的仁德，唯有就是在这，安尼去当修筑迄个智嘛，哦。所以讲呢，伫这所在，迄个是咱本来自信已经具足的。所以讲呢，这是大家拢有的，吼，嘛无论讲是前世当人。虽然讲无爱战胜，无爱残害了生命，互相就是一样，都是来自于老母的婚姻化现。所以以宗教来讲干净，所以毋才讲叫人改善，是因为安尼啦，吼，哦，啊，当然即摆啦，以无宗教来讲呢，那都是言无所信的。其实对人的身体，它还是正面的。哦，咱正拄好，搁有修的读道，拄好会当双管齐下。哦，无这家有事业。哦，所以讲呢，讲说起来讲，其实也是习惯而已啦。哦，继承有没有比较说？没有，越来越漂亮。哦。没有，比较说越来越漂亮了，这样吼。因为咱讲食菜干一项歹，我老爸恭喜啦吼。当然呢，这也是讲，咱慢慢去甲体会，伊的真实的所在，为虾米圣贤先生要这样做？要害人吗？害你啥？看家己啊。所以讲着福音的理由，分享财富、转送、救济他人。当然，咱也有迄个福音啦。咱较多咧讲的就是讲迄个这个功德跟福德。
毋是讲福德不好哦，唔通讲哦，啊安尼讲嘛做福德，啊不要唔通去误解这个意思哦，就是讲，伫咱来讲咧，我们要福慧双修嘛，伫修福内底，你嘛是爱用斗相共啊，敢是安尼？咱今日毋是讲咱今日咧修道啊吼，你着救者拢互别人，不是这样哦，因为老师交代讲，咱来人，咱嘛是爱帮忙毋是讲就福德就不好哦，他都毋是讲过嘛，修福不修慧，慧中福中嘛成罪，修福不修慧，福中嘛成罪，修慧不修福，慧中嘛糊涂，我们没有记住嘛。就是讲这两个师兄弟，一个有修慧，一个无修慧，一个修慧，一个修福嘛。结果两个讲无圆满嘛。所以讲咧，咱一定爱福慧双修。即是讲我们要了解福德跟功德在哪个地方。那当然，你福德内底呢分享，老师或许敢若捌看过。伊讲你即世人会好了其实仙佛上天嘛，想讲看会当借你的手，甲你所得分享给别人。是因为你借你的手，互你有钱，借你的手分享给别人，毋是你独得啦。你要看卖咱迄个比尔盖茨讲管偌济，90几%嘛。早是这个周润发的啥物人啊？嘛管90几%嘛。你甲想下真正咱讲真诶，真正不简单。其实伊报示出来即使就讲以后若真正无成神等于来嘛足有福报。真正咧，咱毋通想讲，咱来像往迄听得要偌好诶，我嘛知，但是我就捌讲过啊，像阮迄个同事，就安尼家己消遣，讲别个，我看咱就是顶世人拢袂晓报时啊，即世人哪会才做工？我嘛甲讲一个有影，我变安尼即世人拢有因道有修道啊，咱好好修好好做，若无小心都袂转去无嘛，看伫咱即世人来才做工安尼啦我就是遐个消遣讲一个笑话当然呢，我们也是要照当然伫福德内底，咱要以福德甲变为功德，你要达到三轮体空，无报死的伊，无报死的我，甲无报死的你这样也是可以成就功德的，因为那是由你自信所流露出来的，而且你是主做功德的人，毋是像梁福地，伊就一份就问淡薄嘛，讲淡薄你咧看我咧三日4、5日一暗，或者功德，伊就看一下，所以讲咧，伊在落对福德就是因为因为这个梁福地他不了解所以讲咧，佮再来攻击自修自吉，别人不走啦，攻击自修自吉，别人不走，所以讲咧，咱个先生会当做的尽量去做，尽量去发挥啦，安怎拼，安怎动，迄个拢是家己的，毋免惊讲会去分别班。那攻击就是出世间法，出世间法。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攻击是出世间法内底的因果。出这个世间嘛，当有因果因缘，毋是歹当有因果呢。咱讲做善事结善果，做恶事结恶果嘛。所以出世间也是有它的因果嘛，敢是安尼？你今日无得到修行学道，做这个因果有成佛的果，不可能嘛！所以讲咧，功是因，功是因，所以讲爱做。这个功，这个功来讲咧，爱出单，爱做单，爱出单，做了才有功，才有德。德当是，我做一个毋是做咧，迄个结果对我说，但是，就是讲你做人，咱会发心处互你共款啦。所以讲咧，伫这个所在，
你有下内在的功夫以及外在的功夫，你有出来，你就可以成就得一个。或是正歌安尼咱听，所以讲的亲像讲伫时代有有国有功夫，定是德，修定是功，那么呢开慧是德。这种比喻，就讲咱今日世界敢有功夫？大家拢，大家拢深透拢受五戒戒你敢有白好？戒你讲的是白好，但是大家敢有修到白好？无啦无啦画较凊彩啦，画真正的咱讲修的真的演习了足好，当然呢，画所迄个功夫无共款，所以讲呢，你的功夫白讲就是期待，但是以后的成就不见得就是一样，因为每一个人期待的程度不一样。你的人生不共款，实践就会不一样。所以讲呢，那期待有功夫，定就是德。定来讲的就是讲，你持守的功夫内底，你所成就的多少，其实那个叫做定。咱今日你讲要食素食，爱受五戒。伊受五戒内底讲，我安尼食落来啦，安尼这就搁吃五戒落去，为什么爱实践？这甲伊拢像一个攀托，因为我遐做无啥会好势啦，有可能嘛像毋知个想着要去食肉无嘛，袂啥会好势。所以伊伫即个所在，用戒律，就是讲迄个摊托，甲你拖咧，甲你拖咧，伫你未自在的当中，未成就的当中，在你心又有起心动念的当中，即个戒律咱就一个摊托，甲你拖咧。其实就无就是，咱在座有参考，你敢有感觉讲恁咧修五戒？敢若无感觉啦吼？没感觉说在实践啦，就袂咱就袂去破迄个戒。所以讲呢，有持戒跟无持戒，你已经是自然的。所以这个戒未开始，伫打开始的时阵，那是一个攀托甲你可咧。当你已经内心成就到某种的意境，就是讲戒与不戒，有戒无戒安尼讲对。这样就是你的定力已经上升，你这个所在呢就是定。那再来讲修定，修定是讲，当然伫定的内底，伊也搁有伊的层次，也搁有伊的层次。所以讲呢，伫伊的层次内底，当然讲会当真正达到圆满，唯有就是爱搁有慧啊。所以讲呢，定慧定持，定慧定持，定中有慧，慧中有定。所以讲呢，是先有定，爱先有慧。各位浅显，无啦伊咧讲定慧定持啊嘛伫定中就是有慧，伫慧中就是有定。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嘛，叫做是功德，功德。那么多人行传搭帮左德，开封谦德。伫这个所在呢，咱嘛袂使主做功德呢，敢袂使主做功德？袂使袂使讲我做足济人，我做足济代志，啥物我做，啥物我做，我紧你家己做，咱毋通讲出来。啥物叫做阴德甲阳德？咱各位浅浅敢知？做一个若无讲叫做阴德，做一个若讲变做阳德，就是讲，互我安尼暗捌度着10个人，分两度着10个嘛就无当着人无品嘛，
哦，啊，就听甲你拢知影，我听着哦，来我跟你第一名，因为你都甲我学了，我就是享受你给我赞美的当下如何的，安尼感觉，好像没有的哈，哦，所以讲我们人讲为善不以人知，哦，人讲哦，见得肉偷，见得肉偷啊，你做公斤，那是你做贼啊？唔知影，微微粒粒，哦，啊，愈少人知影愈好，哦，哪会当讲无人知影愈好？你的因德愈好，咱要修的是修因德，不是修用德，就是咧讲的，我们真的要懂得。所以你道场上呢，哦，咱的因德好，所作所为真的就是超人一等，希望咱的心爱点的落来。忘记张扬，莫去偏颇，哦，因为偏颇哪能跟咱学了就了啊？因为迄叫做哦，迄叫做有限，福德就是有限，无量的功德就是无限。哦啊，所以讲呢，以咱道场，哦，以咱道场呢，咱嘛一定爱去了解，一方面嘛就是。爱去涵养啊，当然哦，我们的才华要易入的哦。即使你做的很多，你爱刚刚讲，这个人讲我的做，哦，那安尼你就成功啊。所以讲，即使做了，你袂得去展现。你若无讲，人家袂知。对啦，就是人有法，只都无看见，我冇听到人咧讲。啊，倒，你咧行你唔知你啊，行人唔知你啊。哦，那你真正爱行人，行人知影，行人唔知，但是人一定会知。哦，你去安怎，互人唔知，人嘛会知啦。啊，所以讲的这所在，其实也是我们自己能够涵养。哦，你家己所有的一切才华，你爱。哦，按部拜功课，因为你的才华如显露，你会得到人家的嫉妒。安尼讲好，为什么一宝剑爱有迄个刀削？因为伊内行是上剑。哦，啊，有人写宝剑为什么爱去封起？互人，咱若像讲迄个迄物件，为什么你爱包包咧？啊，若无你讲你摕一个贵重的物件。咱讲你即个挂迄个啥物路咧，爱啥物迄落咧产咧，讲若去大陆来讲抢站，伊你挂遐用看啊，敢是安尼？啊，你若来第二搭第一口就会看，无啦吼，你讲好诶物件，你一定要甲保护掉，啊无伊会危险。啊，所以讲咧，伫即个所在咧，啊，我就是甲咱讲，真的，我们啊不要随。意的去流露出自己的哪个好的点点滴滴，真的不要这样。当然讲我当嘛是爱品，哦啊品的懂销哈。那当然是站在修道来讲，真的就是哦，刚刚哦不是不对啦啊，能够不用的我们就不要，因为我们要涵养你自己内在的那一种的德性。啊，所以讲较早前辈家拢嘛讲啊，自闭啦，无影啦，吼，安尼敢有这功德啦？若莫过世就好啊。哦，你啊吼，有嫌伊的，其实伊是来做到有够好，啊，佮动作侪人啊。哦，啊，你嘛拢做嫌伊呢？哦，安尼吼，也就是讲到最后，咱来定伫一切上无为而为，先尽本分，真的就是功德无量。啊，真的就是功德无量啊！啊，再来一段呢，说法是无功德，不敌先行之言，不得先下，不敌正法，则是道经，报施设灾，名为求福，不可将福变为功德，功德在发生中。啊，所以讲呢，老师啊，这个咱大作呢，甲伊讲，啊，是无功德，啊，咱文化以现下伊所讲的。因为不得心想，伊遮的心想，其实就是伊唔知影正法。哦，啊，伊执着伫功德，
所以伊做的呢，其实就是就是要去看讲伊的功力啊，这个它是主轴在这里。所以讲啊，以修道心性来讲，修心性来讲起来，就是所谓心想。以你自信来讲那以社会人来讲，当然是福德嘛，福德足有嘛。但是以真正修行法道来讲起来，袂当见之以人，见之以理。所以呢，十祖来讲起来嘛，就是讲依照这个修道的意见以正法来讲，它是心性。所以者是道间破悉现在别名诸佛，不可讲佛便于功德啊。功德在他心中，不在虚空，因为是要从你内在法身的流露出来，不是对外头所去做来，是爱对你内底所去流露出来。就是咱较多咧讲嘛讲就是灵性活性嘛，德就是用之义嘛。就是你爱伫自心当中所流露，率性而为嘛。按率性而为就没有所谓的功德不功德，都功德甲无功德啊。反正你就是感觉爱有迄个需要，你就是安尼去做就这样可以了所以讲咧这个无功德不离先行之言，心性中流露，这个是讲属正量，正量的意思也就是讲伊已经有所体悟有所觉悟甲体悟，所以讲出来。圣者圣者，所以讲咧，以凭这个正量来讲起来，嘛唔是讲随便讲，就是讲以这个人已经达到觉悟体悟的意见，伊才会讲一句话出来。所以讲，你袂当不相信这个先行之言你讲嘛得爱不信不信悟，就是讲你爱相信圣言中佛陀所讲的一切佛陀所讲的一切嘛就是讲今仔日为什么咱修行学道，咱爱听圣人言？因为他已经成就了，你就跟对他的脚步就对了。所以讲呢，你一定要悟性圣言量所以讲呢，菩提心是不依正法来讲的这个菩提。那这个菩提来讲呢，两菩提，伊就是因为有一世算做大本嘛，出世做大本嘛，小云嘛。但是伊做蚯蚓了后，伊讲做道有功德，因为迄个佛寺内底和尚若要上经，是毋是讲即只道本拢安尼吉安尼即摆听了后，这和尚就爱起来去做功德去做功德嘛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呢，伊做道有功，所以后壁他出世做樵夫嘛，伊做樵夫的时阵，搁来起三宝殿嘛，伊的三宝殿是安怎起的？因为即间庙破落完三尊佛伫遐伫遐咧风吹日晒。因为这个樵夫伊看到了，买三顶即个月历来伫咧，安尼讲叫做三宝殿做三宝殿，甲做七星桥啦。七星桥因为较早要过河毋是像即足简单桥咧，要做桥就足困难大家就是讲会涉水而过嘛。这个樵夫呢，伊就甲搬7间石头，安尼一粒拄好，会当过河，安尼讲做做七星桥。了后，伊较去转世做杨菩提嘛，转世做杨菩提。
那当然娘母地来讲起来，会使讲娘母地是讲有三界来下心伫即个佛时，叫做动态时啦。由下心去到佛时啦，去到佛时，迄个时阵伊是娘母地哦，但是去到佛时了后，交人休息，歹势打扫完净。早仔时暗时讲来做啥货，就是教迄个尼姑和尚就是一样，同样的是这个工作啦。赶快去整这开会。这个娘母地呢，也就是讲有一天伊甲来规定，规定所有的出家众拢爱持清净的戒律，并且爱食素食。所以讲，咱台湾出家众食素食，就讲伫娘母地迄阵规定内，无泰国的和尚无一定食素食。日本的和尚嘛，不一定食素食，并且伊提供对一个卖对咱传播。所以唯有就是咱中国的和尚，甲其他各国的和尚无共款，是听讲是娘母地迄阵伊迄阵拢诚有迄个佛心嘛，伊伫咧学佛嘛，迄阵呢，伊是娘母地，所以规定所有的经典，和尚的拢是爱去，拢袂使食素的对啦，一直去延续下来，去延续下来。所以讲呢，伫咱中国的和尚呢，爱食素食。那当然娘母地呢，伊敢若是在位40年，到最后呢，死在这个火井。甲伊问一声，伊饿死伫即个，饿死伫即个城。为虾米伊太会去互火井甲伊围城，互伊无人食东西？因为就是伊做樵夫的时阵，伊拢有做三宝殿嘛，伊拢会用火去供佛啦。结果呢，即个高王看到人用迄个火伫遐敬佛，迄个高王伊嘛要敬，结果就甲伊的摕去干掉。高的看用伊的火安尼就对啦。后来呢，即个娘母地即樵夫知影了后呢，拄啊迄只狗呢，拄啊迄个走对山洞内底去讲即个樵夫讲好，伊就咧受气到要害啊！我即个供佛的火拢甲我杀去干掉，好，伊要报了死啊番。所以自从即个山洞我用石头来踢起，拄好过死一只狗王甲内底甲我投孙投囝。那么伫伊在位46天的时阵，去互即个火井，迄只狗王来出世做火井，侯景。所以讲即只侯景呢。咱讲一名袂一名，所以伊自从伊的城内伊摕了后，伊食了无人食，所以讲呢，娘母地到尾嘛是因为安尼过死的，咱各位浅显。这个娘母地呢，伫伊出世做大本，做樵夫，搁到伊做娘母地的当中内底，伊拢是落入在福德下。敢是？伊敢有法度了脱因果甲世事？真的没有。嘛是因为安尼呢，无法度了脱了即个世事。所以讲呢，伫即个所在，不得心诚，不依正法。那么这个正法嘛，就是要互咱了世事出三界，正法是有义有在，所以伊就着重于福报。所以讲咱来看，妄着紧身份，妄不着紧较修行。伊如果若是知影正法的话，伊敢会去踢死迄狗？袂啦但是伊就是要做福报，伊嘛无去了解讲，迄狗甲踢死袂使咧。
哦，即使就讲迄只狗，嘛毋知啦，哦，嘛足奇怪，讲伊会甲鸡蛋掉啊，狗蛋有也会来骗婚啦，哦，但是这个都是有蛛丝因缘，哦，咱嘛看袂到，哦，只是讲咱伫遮呢来甲伊了解正法的就是要互咱了生死出三界，来证化身，这是道经破习实在，福德彻为功德。其实讲起来，伫咱救人，伫咱扶贫济困、普救者路，其实在那个当下也不叫做功德，叫做福德，就是大善人。真正的功德呢，就是他拄仔咧讲，会当了发生死嘛，不要让你心性圆满，了生死出三界。所以讲呢，伊就将福德甲称为是功德。那么受有为法。这叫做修有为法，不是修无为法。所以咱的前贤为什么叫咱来无为而为？真的啦，你所做的一切功德是很多，但是你不要放在心上。唔通放伫心上。所以讲呢，因为咱今日度人救人，咱是咧看数据，还是咧看自己心？这嘛最重要嘞！你若真正拢无去想着慈悲心，干那想你数字讲减较济，是福德来功德。福德呢？你若想讲真有道人得，咱爱赶紧，互兄弟姊妹会当得到这个道，互伊会当真正了脱着生死，因为这点是道要业团毋知呢。道定是要指导毋知呢，所以讲咱的前贤有当时伊的孙仔囝，若命好咧，就求道，我叫做求道，就是因为安尼嘛。你有七稳的心，你有慈悲的心，恐怕伊无得到道，爱赶紧互伊得到道，心所流露出来的那一种心不一样，功德就不一样。所以讲呢，咱嘛是度人、救人，当然咱看数字，其实是算讲，当然咱嘛爱看到底是度偌济人，度愈济代表咱的兄弟姊妹得救愈济，但是不是放在你着重在虚荣的数字。你会讲嘛？今年安尼嘛较济兄弟姊妹会当得到，咱嘛真该勇气啦。所以讲呢，伫咱度人救人，我们要真的用到从你内心自信上流露出来的，你能错用的心错用的心所以讲呢，受有为法，人天有道的福德，福尽福来，这个是不长久的它是缘生缘灭嘛，缘生缘灭的物件。所以讲求会到，不一定用唔到的。亲像咱一寡大企业家，为一寡企业家咧，钱赚到，但是人无去的。所以讲咧，无一定啦。即使讲伫即世人内底，你做一个是皇帝总统，做一个是大头家，但是这个都不是永远的。如果若是因为安尼，你错失你修道的机会。那安尼真的就是福尽恶来，无彩啦。咱要安怎讲？你圣凡拢会当并行，会当真正互咱得到，这会使讲是非常的迄个重要。所以讲五祖呢，来各界着伊所有的地主，但伊讲世人的生死事代，你入定将你给予福德，不求出离生死苦海。自性就会福而可救，这就是五祖咧，来各界里面点主嘛。世人的生死事代，真正修行人是为了生死咧拼生拼死呢。真正修行人是拼生拼死，未来他成就，伊会当成就倒转去，还是跟对了四生六道。
真的生死事不大。性价是为了生死，所以终生命死，以为了自信能够到最后的明心见性。但是伊就讲伊迄地主呢，你注定将伊只求福田，大家拢求福田，要求福就收啦。你即种的修行方法，对，所以伊就安尼甲伊讲，不求出离生死苦海，你无要求着会当互你出离生死苦海的一条路。那当然，伊迄个毋是长久，毋是长久。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最后来讲，自信玉白福而可求，你自信弥漫，福何可救，福何可求？咱还拄仔咧讲的，为虾米宠物伊做足侪福报，哪会走离宠物前世的幸福去？因为这句甲咱印证，自信若迷，福而可救。你自信歹歹，你的福无法度救度了着你的自信，互伊清净圆满，恢复你本来菩提自信的。你的福德是不能救你的自信的。嘛，因为就是你的自信会当倒转去归根引宝，落叶归根，恢复你那一种清净的菩提。因为你的自信跟你的福德是不相关，福德是福德，自信是自信。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尾啊，伊嘛敢讲叫伊个地主嘛，去做一人做一首棋，来我看卖看有见性无，然后见性伊咧自从祖位，来让互伊嘛，就是因安。所以讲呢，伫即句来讲呢，其实讲呢，嘛就是互咱了解，各位先生，即讲有两条，有两个意义无？即句话，只求福田，不求出离生死苦海，即讲有两个作用。不求出离生死苦海，你无爱求这出离生死苦海，你干那求福报，若安尼代表福报，就是阴天福报嘛，敢是安尼？你若求出离生死苦海，是不是就是要让你的自信离苦得乐，回归到你这个本来清净的地方嘛？所以讲呢，你甲观念修行呢，不要错用心呐。所以讲伫修道内底呢，咱嘛同款咱虽然得到顿悟法门，但是你毋通干修福报。你一定要内外双修。安尼呢，咱才有法度让我们的自信，恢复咱本来圆妥妥、光灼灼的自信。唯有安尼呢，咱才会当真正来落叶归根了。伊9点半，我来讲到，好啦，再去讲一个讲攻击在我心中，一切善法了生死，出三界见佛果。遮甲咱讲的一切善法，那就是讲以咱修办内外双修，福慧双修，就是要互咱了生死，出三界来见佛果。这到爱伫内底流露出来。爱伫咱的内心，所以讲呢，伫遮讲一念心清净，心清即净破净，破净。所以呢，咱嘛拄仔咧讲，你今日去度人救人，是为着讲度足济人，还是你根本着兄弟姊妹，我今日甲度好来救到的。这一念心清净，这个看咱的心念，看咱的心念。所以讲呢，你的心念清净，这个心净即会破净啊。那么，当你心清净，
佛透经，爱去超越两边，就是人主座啦。好，咱讲一机两端用机中，一机两端用机中，迄个中敢爱想，敢爱？直其两端用其中，就是讲不主左善跟恶，咱敢爱甲迄个不主左去甲提掉，安尼有够清楚。哦，安尼讲我无执着啊，我无执着啊，无执着啊，伊佫会讲我无执着。哦，所以讲咧，一机两端用其中，超越两边，超越两边，无有了着这个二元对立，没有所谓的我在行善。我在度人，我功德无量，你超越了当下，你就是进入佛的境界，清净嘛，无爱嘛，无爱嘛，哦，伊就无二元对立嘛，佛就是安尼咯，平等咯，哦，平等，啊、所以讲咧，良心无清净，哦，良心无清净就是讲，哦，我做出一善事啊，刚做。哦，做道啦吼，哇！这道中内底吼，啥物啊我做，啥物啊我做，哦，迄若无我诶吼，无法度，哦，啊我做功德偌济，而且甲恁讲诶，你诶心念无清净，哦，你做偌济功德偌济，这毋是功德，这叫做福德，哦，叫做福德啦。所以今天修道咧，你若无了解这个道理。你不去了解这个道理，你修习任何的善法，你用什么方法？你若不了解这个道理啦吼，你用修习学习了解任何的善法，都是个道理。生死轮回，你没办法解脱，因为你有所执着。你修所有法门都是一样，执着就是有烦恼，就是有不清净。没办法自在解脱嘛？哦，你就无法当恢复你菩提本来迄种的清净，那你如何解脱？因为你还有主走一个善，一个恶。好，所以讲咧，伫这个所在，大概讲不可将福变为功德，功德在发心中，不在虚空。啊，所以讲咧，功德是在你的法身中所流露出来的。啊，所流露出来一切，啊，所以讲呢，咱爱无所执着，啊，即使嚟讲你做了菩提者咯，你也要达到三轮体空，安尼带咱真正进入的功德，迄才是真正你伫自性中所流露出来，因为你是无所求的，这个是功德。啊，安那呢，都是落入的福德，啊，福德自性落入，无而可求。所以讲呢，哦，咱对心念上呢，要安去啊，如何去啊，摄心啊，吼，摄心为正啊，这就是咱修行修心，办道真心，修道修心啊，伊的宗旨就是这个所在。啊，有不足的。无完全的，其实伫过程当中呢，拢是属于是正常。但是咱要安怎借着伫即个过程来成就毋是讲这是讲咱还未达到那一种的意见所有的，搁有的，咱爱慢慢借着了修行学道，慢慢来调整了解咱的心。可以以这个功德在法身中来流露出来，这个是咱修道伊的宗旨啦。以时间的关系，或许讲到这个所在，曾经主题啦，就到这个地方。东西是我今年的。从经理慈悲了，我是不是讲一笔，或写讲一笔，要不然或写真的不会接，因为或写没有你的功力，或写不会接。其实一起笔，我一笔啊，我或写没办法，真的，因为你功给你弄到。
这后壁这个变成是讲变成是这个还有呢，这个或许还没讲呢。所以说，我举例子可以，我们是不是你讲一品，或许学习一品，或许才会做啦。伊就是讲安尼，咱会当读班课仔囝你看面咧当，到尾去自然讲一品都共款啊。但是或许不会接，或许功力没有你那么厉害。头先该学的也没开始。安尼。